告过人，我告过媒体，这一切过程都让人太恶心了。我没有想要在这么痛苦的事情上面，我还要再走一次荆棘之路。那说实在，很多人说，哦，你只是讲，那真的有去那个尾牙吗？这个尾牙真实存在吗？他拿出证据啊，我拿出了证据。公关公司也替强盛的老板 Tiger 做出道歉，就是一个事实了。还是有人要继续问说，哦，那证据在哪里？他骚扰你的证据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员工提供影片？接着就是，哦，有证据哎，那为什么不提到？你不提到，是不是代表你只是在炒新闻？现在这一切就是血淋淋的上演。在台湾，如果你被骚扰了，你说出你不舒服，然后你就会被这样对待。你不管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受害者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每讲一次，你就会难过一次。那我已经讲得这么完全了。不只是透过我自己，我还透过了一个很热心的人，他帮我梳理一切的文字再发上来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帮忙我的记者也都写了，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就是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？我到底要讲到哪里？我是要示范到哪里才符合大家的期待？啊，不想被拍这种画面啊，讨厌！那我们今天说明会可以正式开始，希望您可以体恤我们也是一个员工。没有，我们待会就是用直播的方式，这样最方便。的粉专上面还是 Only 有本人的粉专？是我们这边都会在就是讨论，因为现在的状况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了。大家好，很抱歉让大家担心，我要来面对，我不是不勇敢的面对，我是一个受害人。为什么我要来解释这个事件？这个事件，他讲的是事实吗？的开端引起，不是我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引起的。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做这件事情？这么不堪，本来以为让有智慧的人来去做判读，但是又不行，最后我甚至连想自杀的权益都没有。我再一次恳切的跟大家报告，我从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位女性跟男性。如果有任何人，请他们提出告诉，让司法、让法院来证明我的清白。
我可能很抱歉，我的肚子可能比他的胸部要再大一点，所以让他有这种感觉。然后他对于我表达友谊的方式，如果不太习惯的话，就是没说就好，不需要认为我们不需要，我根本不需要这个，在我的世界里面没有男女老幼。我对任何人都一样，是，不要说我对记者都一样，是，没错。我不会因为你们记者我对你保持距离，走啊，没有啊，你们会害我？不会。不会嘛，无聊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然人在这个时候，他因为或许有心情上的问题，或者什么我不晓得，但是我们不用随之起舞了，这没有事。我们怎么可能在自己做的忙碌在自己的工作，已经忙成这样子了，然后还要再关心这情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陈哥，你有印象你对他拥抱过吗？不记得，因为我们来的来宾几乎我只要认识，除非我完全没见过你，我只要认识的，我多半都会有一个很有意的拥抱。他就是谁都是全世界都是谁都一样，不管你是谁，在我认识你，我都会给你拥抱。我赶时间可能来不及，下次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来不及还会击掌呢。那陈哥，你会觉得那以后跟人的触碰上，你会退却？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我觉得保持距离比较好。像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人星攻略，我记得只要答对了，哇，一过关了，很兴奋，都会跟对方击掌。然后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哥，比方说音乐人，他特别讲疫情期间，他觉得击掌好像不妥，要不要改成就是撞手？撞手好啊，你没开玩笑，讲撞手。那还好了，出道都快30年了，这有什么好委屈？就是人家解读错误，给他叫他放宽心就好了。说不要那么隔空叫话，神经病，幼稚，几岁了？